馬太福音說什麼？第20章，天國滿有恩典。天國好像葡萄園主人，清早僱工人進園工作，又在不同時候出去僱人，甚至黃昏還僱最後一批。發工錢時，從後來的開始，每人一錢，先來的也得一錢，就埋怨我們勞苦整天，為什麼跟他們一樣？主人說：我沒有虧待你，我願意給後來的與你一樣，這不是我的恩典嗎？西庇太的母親求耶穌，將來讓我2個兒子坐你左右。耶穌說：這不是我能賜的。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轄制，但你們中間不可如此。誰願為大，就必作你們的用人；誰願為首，就必作你們的僕人。正如人子來，不是要受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並且捨命作多人的贖價。